面對公共財政嘅挑戰，社會各界都要識變、應變、求變，用新思維去看待政府提出嘅開源節流措施，令到香港早日恢復財政收支平衡，社會經濟得以持續發展。開源同埋節流係改善公共財政嘅關鍵，坊間提出唔少開拓收入來源嘅建議，包括調整富人稅、開辦新嘅體育博彩項目、檢討唔同政府同埋公共服務嘅收費等等。但係任何方案都唔可以操之過急，影響香港經濟復甦嘅步伐。而考慮唔同嘅開源措施嘅時候，政府亦都要特別顧及兩個重要嘅原則。第一，係絕對唔可以影響香港喺國際上爭取企業嘅競爭力，特別係要保持香港簡單低稅制嘅優勢。喺全球經濟動盪嘅時候，要保持同埋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先至能夠確保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第二，喺經濟欠佳嘅情況下，更加要小心處理新措施對市民大眾嘅影響，確守能者多付同埋用者自付呢兩個原則非常之重要。例如，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實施薪俸稅標準稅率兩級制同埋上調商業登記費，都係體現能者多付同埋用者自付嘅例子。特區政府喺研究開源方案嘅時候，必須秉持呢兩大原則，顧全香港嘅競爭力同埋普羅市民嘅承受能力。喺節流方面，社會關注唔同資助計劃，長遠係有機會加重政府財政壓力。社會上討論得最多嘅要數長者2元乘車優惠。政府若果要確保公共財政嘅可持續性，實在係必須認真檢視各個資助計劃嘅運作方式同埋門檻。另外，就住公務員薪酬嘅討論亦都非常之熱烈。任何建議都必須要小心處理，畢竟喺私人市場仍然有加人工嘅情況之下，要求公務員減薪，唔單止嚴重打擊公務員士氣，更加可能引起私人市場一系列負面嘅連鎖反應，不利經濟復甦同埋社會穩定，適得其反。冇理公務員薪酬檢討結果係點樣去令到現職公務員工作更有效率，絕對值得盡快研究。政府係應該鼓勵各個部門更加廣泛咁樣應用資訊科技，提高政府僱員嘅工作效率同埋質素。咁樣做既有助填補人手不足嘅缺口，亦都能夠喺控制公務員增長嘅同時，應付不斷增加嘅工作量。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係香港再創高峰、確保經濟持續增長嘅關鍵。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講，政府嘅官員喺思想方面要進一步改革破局，打破固有思想，喺各個領域尋求突破。而廣大市民亦都一樣需要擴闊自身思維，以新嘅態度去看待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同政府一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攜手迎難而上。